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白沙屯妈祖进香今仔日第5天，一透早为西丽广福宫来起驾，乱叫来到西丽市场，菜市仔底，迄人是烤，烧鹅烧客。买菜的民众看到妈祖来了，大家是小济拍伫涂骹要来软脚骹，人甲车是甲菜市仔钱仔安尼拢客袂过。啊，这个进香的队伍，嘛有未少感动人的故事。就有后生炸到往生的妈妈的相片，讲这是伊甲阿母生前的约定，要带阿母做伙对着妈祖来行。也有后生看到目睭无看的老爸做伙来行，后生做老爸目睭对妈祖婆来进香。白沙屯妈祖第5天进香，乱叫一直来到西丽市场，买菜民众看到粉红色的超级跑车来，拢欢喜甲进来软脚骹。因为市场内底当是早市上闹热的时阵，进香队伍含排队软脚骹的民众，甲大路骑甲吵，为天顶看落去，会当看到万外的人，气氛真正是闹热滚滚。白沙屯妈祖前一天行30几公里，敢若休困10点钟就起驾，乱叫来到后尾，刚看到队伍内底一个查甫人照妈妈的相片，伊讲这是含已经做生的妈妈在生前的约定。因为我本来就是要带她来，但是前2年要来，但是就她往生了，我就必须延后。之前就有答应要带她来，是不是？另外，还有后生看目睭无好的爸爸，讲要做爸爸的目睭，不要叫两人要对妈祖行完这摆进香。去年有来过，去年有走就对了。去年也有走全程。会不会很累？会，第一次走。目前都还好吗？脚？还可以。妈祖进香，信徒沿路几礼拜，有人替家己祈福，有人担起厝里的人的期待。不管偌远偌险，若是会当得到妈祖的保庇，一切拢真简单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